欢迎乡亲搞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示威昨下晡本来讲要大游行，后来警方只稳准伫一个所在集会，有民众就批评香港的民主即马是愈来愈退步。集会到尾暗时是有真侪所在发生警民冲突。 防暴警察向地铁站射催泪弹，香港反送中示威在一暗继续伫真侪所在发生警民冲突。暗时9点半，真侪示威者聚集伫咧葵涌警署外口，向警署内面等物件。防暴警察就提盾牌出动，举乌旗警告射催泪弹赶人。港岛东区暗时传出警方大规模查人检查，真侪市民到场声援，警方也随调来大批防暴警察。 伫咧尖沙咀、深水埗甲北角，拢有示威者甲警方发生冲突。香港政府伫半暝发表声明，谴责暴力示威，呼吁市民向暴力讲坏。香港反送中运动伫10月礼拜六10月下昼1点半，主持人先带民众默哀1分钟，游行改做静态集会。穿黑衫的民众到维多利亚公园下球场，现场挂着白布条，继续诉求撤回恶法，痛心疾首。 要留一位香港民众握着英国国旗，讲当初伫咧英国统治下虽然毋是100%好，不过香港回归中国了，自由民主拢无去，伊也怀疑中国的势力已经进入境方。97之后了，回归了之后了，就港共政权呢一直在破坏我们的核心价值，就现在搞到香港根本你看不到有什么。 前途可言呢，就是被共产党利用了，都是比如说法治，你看不到的。伫咧集会了，民众是毋是执法游行到预定地北角？主办单位讲，民众离开了的行为毋是因负责的范围，不过万一若发生冲突，希望警方爱保护市民，免有暴力威胁。我还是出行警方，做他们的本分，好好处理这些地区的黑帮、这些附近帮，还有元朗的那些恐怖分子，我会说，而不是打压市民，进行自己游行和示威的基本人权。 这一场在港东的集会呢，在下午4点多就结束了。不过结束之后呢，陷入热烈的讨论，大家在讨论是否应该要前往预定地北角，还是前往热闹的铜锣湾。不过最后呢，主办单位还是提醒，如果民众没有这个足够装备呢，最好就不要前往危险地方。以上是记者林门吴家宝我们在香港的采访报道。 香港反送中示威也未收煞，咱台湾的 NGO 团体是招300个民众摆出 Free Hong Kong， 甲香港斗阵声。对关的所在看落去，大大的 Free Hong Kong 的里边仔有台湾地图甲穿黄衫的人的标志。台湾 NGO 甲性别团体下晡集合300位民众，伫华山大草原用人摆出礼样来支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长裙的香港女性，她抗议者，她在天水围的时候遭到超过5名的男警强行的抬离现场，她的双腿被张开抬起，她的裙子内裤被连带的扯下，导致走光。谴责香港警察滥用暴力，尤其是应该要停止对女性抗议者的性羞辱的低劣行为。 性别团体谴责香港警方暴力镇压，连女性示威者也无放过。香港编写青年也到现场，讲到香港法治民主已经受到侵害，失控的警权暴力，让香港人一直行上归路，来追求民主自由。民间的不合作运动，目的是要瘫痪劳动力及交通的功能发挥，形成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影响，凸显港府与中共的管制失当，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法治上的经济成果。 很可能只是泡沫。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法治的保障，再多的财产也难保在一夜之间通通被消失。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2个月啊，冲突抗争也阁一直发生。台湾隔海来支援，以行动支持香港保护民主、争取人权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日金嘛风台走去中国，早暗9点的时，2摆伫山东登陆，而且风台带来大风大雨。日金嘛风台已经害浙江、江苏灾情严重，死亡的人数有33个人，也阁有16个人失踪。伊的威力，互中国的媒体讲是70年来前3强的风台。
李格玛洪台在暗时8点50分是2届吸到中国山东青岛，暗时这风雨也是落未停。像这么大的一个树枝都已经是折断摔在地上，可以想象今天白天的时候风力还是很大的。在咧山东林区旧外乌梁亭，常常去互大水冲冲去。李格玛洪台还未来进前，就已经带来真侪雨水。敢若是山东林区24点钟内降雨量就已经破全年上悬的纪录。有河流的水头规个涨起来，啊，比号做菜西之乡的寿光也做大水，菜农的损失真惨重。估计这雨会直落到拜三。受利奇马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黄淮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大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统计，山东、浙江、安徽、上海一个福建，总共有600万人受到灾情的影响。李格玛洪台是今年登陆中国上强的洪台，头一届登陆的时就已经带来强风大雨，车站在浙江省永嘉县岩滩镇三岔川造成山坡规个出落来，真做崩山湖，然后搁崩花，有上百个村民走袂赴，真侪人不幸罹难。浙江是重灾区，到11下晡为止，已经知影有32个人死亡，16个人失去联络。有36000栋厝毁损，另外伫咧江苏也造成1个人死亡，各地拢有厝倒去、路甲桥断去，也有断电甲农业损失的灾情。央视估计直接的经济损失差不多台币889亿。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台湾，咱来关心咱的天气。今仔日也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可能会伫短时间内下大水雨。咱先来看云图。云图顶头会当看到有2个风台，不过对咱台湾拢无直接的影响。一个是头拄有讲到的利奇马伫咧山东这边，另外一个是要去日本的科罗莎，所以这礼拜有要去日本的乡亲爱细致。那今仔日咱台湾的天气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可能会伫短时间内下大水雨，差不多全台湾拢爱有风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温度方面，伫北部、东半部天气较烧热，桃园、大台北地区、东南部有36度以上。那其他的所在高温嘛有伫33度到35度，所以乡亲一定会记得加啉滚水。来看南部山区，因为西南风的水汽真霸甜，已经连续下几啊天的大水雨。南马社要去嘉山的道路伫六石头，所以即马路已经封起来呀。当地民众乡亲嘛拢已经成铁味。溪仔水一直冲流来，高雄山区一直落大雨。土管区的老夫人溪对拜六水满到接近省道路面，19条溪流也达到土石流境界。拜六暗时开始，区公所陆续到7个里去撤离民众。哦，先上去嘛。如果明天没有的话，你再下来了哦。为民众到亲戚朋友因兜住，围困伫社区的安置中心，加上南马下区到礼拜三起有1256人被撤离，严国雨也一直落。桃园的群河里第4轮另外道路路基放弃，交通中断，内底20外户无法出入。一个掏空下线是有走山的危险，我们早上有前往做封路的一个动作。其他路段也不时有石头落来，区公所调降4个呼吁民众唔通出门。严过早起在南马下往嘉新的台29省道有更加大量土石放落来。高雄市政府9点05分紧急宣布，南马下全区停班停课。下晡，副市长李树川也召开防灾会议。早上我也指派了我们公务局的局长，现在到桃园跟那马夏，我们刚给他这个2倍金1600多万。那当然，我们在这一个大雨完了以后，我们会尽速赶快来把它完成。港务段虽然在中岛抢通台29线，不过因为落雨造成土内底拢是水。暗时7点到第二天早起8点，桃园台20线、昆河到复兴，加台29线、南马下到五里埔拢封闭。市府也讲，山区伊嘛也是爱来防范落雨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来看联合报。有一个54岁姓林的查甫人，伫台东互有毒的肉捕蛇夹着，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伊已经死亡。这是最近10年来台东头一个互肉捕蛇夹死的案例。继续来看《自由时报》，国防部自民国107年开始，无搁调1年兵，无做过兵的82年厝以前的查甫囡仔改做替代役。也毋过，审计部年报内底有讲，
民国70年到75年出世，也未做兵就出国的有1174个人。因只要等到36岁回来台湾，就唔免做兵。第二是招商做兵无合理，爱行政院检讨。继续来看《苹果日报》，联合国的妇女能源署伫咧面册顶头大讲，台湾是同婚合法的国家，也毋过说甲咱写作是中国的一省，互咱抗议了后有改过来，也毋过呢，联合国伫推特顶头国母唔对去啊，有够落。台关心昨昏伫嘉义阿里山第18线有车伫烧钱路，伫转驶到对向的车道去弄到一台马路线游览车。游览车顶的乘客拢无下安全带，结果有10个人受伤，好佳在无大碍。警察伫现场指挥交通，因为阿里山公路拜日中道路雨大崩，一台游览车甲修路车对撞，车头受损严重，停伫路，就惊阁有车无细致对撞，另两台车顶悬阁有5个人受伤送医。现场以后发现，现场总共有10名伤者，其中5名是自小客车的驾驶与乘客，另外5名是大陆籍的游客，分别位于在游览车上面。10位受伤的人，大部分受到挫伤或者是离伤，按过警方调查，除了游览车司机，大部分拢无绑安全带，好佳在治疗了后拢出院。而事故原因，游览车司机表示，好亲像修路车超车行驶对向车道。这个施工的地方，而且它前面很多车子，我也正在会车啊。对。然后他就直接跨越双黄线，就直接跟你对撞了。对啊，他那个弯道过来就。详细事故原因，警方爱去调查。而游览车顶悬载是中国公司旅游团，全团16人，5人车祸送医。旅行社已经另外派游览车过来接村的人，继续环岛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西屯有亚洲头一间室内的畅水旅馆，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做畅水训练的时摔倒水，即马伫病院插管治疗。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将倒水的洗掉查甫人送医。虽然生命现象稳定，不过意识无清，到病院时昏迷指数7，赶紧插管治疗。先经由紧急插管，借由呼吸器的使用，然后有做电脑断层检查，目前没有发现脑部有一些异常的状况。代志发生伫拜日中道台中西屯一间畅水旅馆，这查甫人正甲2个朋友进行自由畅水训练。不过要结束课程时，2个朋友先上花，这县长查甫人搁跳回水中，畅等于11公尺的深度，命教练发现唔对，赶紧跳落救人。我也是来关心的，真的、哦。对。啊，你没有在里面自由潜水？我也不知道状况。警方事后了解，这查甫人有畅水证照，也有真侪摆畅水经验。到这间市区的畅水旅馆，好亲像无注意到深度，佮加上过度换气或者是过度禁气，致使造成了昏迷状况。身体状况也有可能影响，或者是他憋气的时间也有可能影响，那或者是他在潜水的时间过长，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含氧量，那可能就会在后段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 BO 的现象。官方人员强调，畅水池的深度有21公尺，这查甫人到11公尺的所在发现唔对，第一时间赶紧启动急救，也透过教练进行 CPR。当时都有人员伫现场，目前也伫进行低温疗法，确实事发的原因，要透过调查小组进一步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民雄传出有人真歹心，用农药投狗仔，造成12只狗仔死去。动物守护协会就提醒讲，假使有流浪狗的问题爱处理，应该爱通报，安尼才袂违法。倒地头骹一直救紧，民雄顶两船长厝内底饲的狗仔，伫甲厝内底人散步倒来了后，就发生安尼代志。好佳在经过紧急治疗，即摆已经无什么要紧。他状况目前恢复的大概70%，对。可是我们目前还是把它链子还是不敢让它出去的，因为相信那个毒物还是在那个马路旁边呢，还是有。啊，死啊真正做唔甘的，我某逐工安尼靠甲安尼，我看到足艰苦的。发生毒狗事件顶南边的路，大家常常出入入甲带狗散步，才会遇到厝内底所饲的狗仔。附近人表示，流浪狗有时会走入农田或者是鸡舍内底破坏，确实造成一寡民众困扰。
在他们读的前几天就已经有先贴出告示哈，手写版，那就是说警告说现场不要说在喂养流浪狗，那不然的话，那就要来把他们毒杀。这1、2个月以内哦，村庄有一些家有养鸡的吼，然后有被那个野狗抓伤还是死亡的现象，所以大家猜测是说可能是养鸡户这样子。这个毒狗事件造成7只流浪狗甲5只厝内底饲的狗仔死去，目前拢并伫防疫所内底等待检验。动物守护协会提出呼吁，确实流浪狗的问题应该通报相关单位来抓，千万唔通伤害动物，接袂起犯罪动物法。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苏澳埔子寮社区探晓热甲大学生做迪拜亚来传承较早掠乌鱼的历史甲记忆，嘛体会农民的辛苦。过去老一辈的渔民带领学生破竹用火烘竹仔，佮将竹仔摆好放个絚，每一个丁上拢是孙古法手工制造的竹摆仔，现在已经真少看。为了要找回历史记忆，云林4号埔子寮社区探着许多的技工，要教大学生做过去的竹摆仔。他只有教我们过程，但是每个步骤都有学。最喜欢削那个竹子皮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尝试过，然后这次试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即摆无了啦，即摆讨海人老的就老啦，少年的袂晓啦。哦，咱咧是实的啊，用摆家咧讨船啊，那你会知袂？那出去放哦，出去，用摆较早无这鱼缸哦，用光的呢。社区人员表示，过去在地渔民每届同齐前后，拢有来捕捞乌鱼，但因为海岸汉村路有一段距离，会暂时伫沿海沙洲搭乌田寮休困。在塑胶牌还未普及时，50年代当地掠乌鱼的运输工具，就是用竹仔做的竹摆仔。我们透过这一个技艺的传承，让大家了解就是我们在地捕乌鱼的一个文化跟它的一个生活，希望可以把这个文化去做一个传承，那同时也去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记录。文化处表示，乌田寮和竹摆仔拢是过去埔子寮重要记忆和文化，现在透过社区的民众来教学生制作，做伙完成竹摆仔并举行下水的仪式，唔来当延续传承地方的历史，未来嘛将伊列为社区观光的体验。记者云林报道。咱台湾有不少高山，因为海拔较悬，云走了较紧，连咪出日头，连咪搁落雨真水。毋过伫咧南投县区的蒙古地区，伊的海拔才1200公尺，共款有即款的景致，咱做伙来看。山区天气变化真大，因为海拔悬低差真济，定是等出日头，随搁落大雨。毋过云行了真紧，又搁变好天出晴。南投县区万高地区海拔1200公尺，都即款变化无常的景致。短时间内你可以看到太阳出来，刚下过雨，太阳又出来，云又过后又有彩虹，有时候又经过半个小时又下雨。万高地区伫新中横116公里的所在，地理条件真好。伫咧淡友兰溪溪谷上悬的所在，对景观平台看出去，天气好的时阵，上远会当看到一级大山。热天平均温度差不多25度，是休热佚佗的好所在。其实我们这边往塔拉加新中横这个路线也不错了，我们可以到就是信义的那个琉璃光桥嘛，可以到草坪头，气候不输溪头啦。有些营造的地方，像溪头啊、阿里山，很刻意，那很多观光客就会挤在那边。其实可以顺路往新中横这边走，这个温度是其实比在家吹冷气好太多了。台湾有真侪正水的高山，休热的期间无想要人客人，会当到万高避暑纳凉，欣赏好天落雨变化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人民票换美金落破7块银。美国即马甲中国列做汇率操控国的名单，嘛互美中贸易战即马进入汇率战。今年6月底，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 G20 高峰会见面。7月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甲财政部长梅努钦到北京甲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理老虎见面。双方拢公开讲愿意建立达成协议，化解贸易纷争。公开场合是安尼是讲，不过伫咧台面下实际做法是完全毋是这回事。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been when the yuan went below the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sort of level of 7, which led to an immediate response by the president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美國國會喺1988年通過外貿加競爭法案，要求美國財政部隨時監控主要貿易夥伴是否照由政府不當操控匯率，和美國處在相對不利的競爭地位。制定某一個貿易夥伴是唔受不當操控匯率的條件，首先是這個國家對美國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金，可能是經常性順差佔 GDP 超過3%。最後是這個國家的政府是唔是一直在監管匯率？目前被美國特別關注的除了中國、一個日本、韓國、印度加瑞士、德國。台灣捌在1988年、1992年加2016年等半年，幾多遍被認為是不當操控匯率。2017年自名單內面提掉，中國在1992加1994也被指控不當操控匯率。過了25年又被點名，北京是正生氣，講會有嚴重後果。These actions have made it increasingly unlikely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ny type of meaningful trade deal over summer. But China signaled by allowing the dollar to go through the 7.0 level against the RMB was that they have given up hope of reaching agreement with the U.S. president. 分析师甚至甲这边的美中贸易冲突比喻成这当年美国甲苏联的冷战，讲冷战的核武会摧毁人类的文明。就贸易冲突有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捌伫美国财政部上班的分析师阿尔特曼认为，以川普心理人的个性，袂互国会期长时间动荡。伫美中双方互相无让步之下，分析师认为，正值冷战顶级的美中贸易纠纷只是拄开始，未来发展也阁有待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拜六初10日时，鲁西亚的莫斯科有600人行上街头抗议，这嘛是最近8年来上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路尾警方掠走200多人，嘛包括反对派的领导人。有关莫斯科市会选举无公正，6万俄罗斯人伫咧10号上街头抗议，民众大声喊着“帕多独裁者”，握着俄罗斯的国旗，要求当局准反对派候选人参选9个市议会选举。Поддержать тех, кто арестован, против полицейского беспредела. Они уже сейчас совсем обнаглели. Ну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хотелось б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дожить до честных выборов. Цель прихода –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с теми ребятами, которых сняли с выбор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ечно, это беспредел. Также нельзя одних регистрировать вообще непонятно почему, а кто собирал, не регистрировать. И выразить поддержку тем ребятам, даже вот один мой студент там оказался, которых, собственно, в СИЗО там какие-то сроки светят ужасно. 面对这场8年来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俄罗斯警方低调投开全副武装，当场逮捕200多名的抗议民众。俄罗斯的抗议示威行动已经1个月多，其中一位反对派主要人物抗议莫斯科选举委员会不让伊选市议员。 自顶个月13就开始绝食，并且搬入去反对派地下办公室，严格和警方甲门冲破了入去掠人。Сейчас ворвутся. Я не боюсь, сдаваться не собираюсь. Прошу обеспечить мне моего адвоката и буду дальше продолжать вести сво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警方以明目伫咧示威活动挑起动乱为理由，把这名反对派领袖拘押，同时伊随后也被顺利释放。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大好家人 Epstein 因为抄大未成年的查某囡仔防收押，结果传出伊伫家内底吊刀自杀。伫听到美国大好家人爱普斯坦伫全国戒备上严密的纽约大都会矫正中心内底吊刀身亡，受害者拢感觉着惊。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发表声明表示震惊，佮讲这是司法部门失败。爱普斯坦的公庙就伫拄啊得到最后一笔大刑的教训。 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进行全面调查，佮讲爱普斯坦安尼做对伊未免伤过班疑。The federal authorities could allow something like this to occur under their watch. 66岁爱普斯坦是伫牢房内底被发现无意识，即摆是因初步判定自杀成分较侪。伊顶个月提出交保被拒绝了后，也发生过一摆倒伫牢房内。
Epstein had previously been on suicide watch following another incident a couple of weeks ago in which he sustained injuries to his neck. The authorities were already investigating how he came to receive those injuries, a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he had been placed on suicide watch. And today, Epstein had been removed from suicide watch before he was found unresponsive. 爱普斯坦是伫顶个月6号被抓，面临性犯婚未成年少女甲涉嫌强谋、性犯婚未成年少女2项罪名。 A day after more than 2,000 pages of records were released in a related civil matter, including several explosive and salacious allegations involving Mr. Epstein, and several prominent world leaders, American businessmen's names also emerged in those documents. 爱普斯坦是美国有名金融家，甲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顶政商名流有来往，而且被讲到有4个人拢伫爱普斯坦被了后，拢讲解无啥物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有生就有死，为了让学生囡仔唔惊死亡，会当面对死亡，澳洲有一间中学透过艺术创作，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生死。用黏土做成树尾的形体，再搁将叶仔搭起来，最后伫咧肯顶悬擦色，安尼就完成了。这阵学生囡仔看起来伫咧上正普通的美术课，不过实际上，这节课是在讨论生命甲死亡的议题。 Death is often something that we can feel uncomfortable about, that we don't talk about. So we wanted to really introduce that theme to the kids in a really gentle way. 会杀出这项课程，是因为老师发现有袂少学生囡仔，尤其是少年人，伊伫咧面对亲人抑有朋友过身的时，唔知影要安怎面对悲伤的情绪，所以特别针对14岁到15岁的高中生设计这项课程。No one talks.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nd so it sort of became clear that we needed to perhaps address that. 在咧创作艺术的过程，老师引导学生讨论生死议题，而且培养正面的生命态度，会当看到学生最后展现的作品，不管是树木、叶或者是云，色水拢真丰富。I chose to paint it with a lot of color because I didn't want death to be a dark subject. I think it's definitely important that we all talk about it so it becomes like a safer place that we can talk about our feelings. 这个课程也搁特别请艺术治疗师来协助。过去有袂少科学研究证明，艺术会当改善抑郁甲压力，是一种自然非药物的治疗方式。杀出这项课程的是澳洲的安宁照护基金会，希望未来会使将课程推广到全国各地学校，帮助囡仔健康成长。记者综合报道。 若活着的时，活着在生活当中，水就真重要。根据美国一份世界资源报告，有17个国家，全球1/4的人口拢欠水，亲像印度、也有南非的 Captain、巴西拢包括在内。摩洛哥国家公园内面长差不多6公里的湿地布哈巴水源区，互政府列管保护已经70年啊。即马可化污染愈来愈严重，长期这个珍贵的天然资源，全世界温度升高加可化现象继续，竟然互这永远打击，无水了也影响到社区的发展。 This whole site is in a basin which is bordered by 2 banks of dunes. 那这个所在有危机。 根据美国环保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提出的建构，全世界1/4的人口面临危险的水资源短缺，大部分有水资源短缺风险的国家拢伫咧中东加北非。目前全世界有17个国家，敢若是农业、工业加城市的用水，就开掉年均可用的地表水加地下水的80%，有极悬的水资源压力。 伫咧气候变迁，一个国家常常发生可化之下，这种情形会更加恶化。 Experts worry that global warming will further harm those countries where water is already in short supply, like South Africa, Brazil, or here in India. 印度伫咧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国家排名第13。 不过特别注意的是，印度人口超过13亿，是其他16个国家人口总数的3倍以上。农业、工业也个大都市拢正需要用水，所以在片面水资源破产。伫最近几礼拜，印度第6大城的青奈水库就被警示水资源恐惊打击。 The shortages are so great in the city of Chennai that its 6 million inhabitants have water trucked in from another town some 2,000 kilometers away. 伫咧极欠水国家排第1的是卡达，第2是以色列，第3是黎巴嫩。
WRI 讲，影响全世界供水的因素包括气候变迁、水资源浪费，抑个污染管理不当。人类应该珍惜水资源，并且优先对待。若无水资源倒去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维也纳咖啡文化历史真久，啉一杯咖啡，也毋过就要等一个杯仔是真无环保，所以当地企业即马推出早早买当直直使用的咖啡杯，杯仔会当摕去回收，送去回收，佫会使赚1块欧元。将杯仔带进去，再搁摕收据。这是奥地利企业5月份释出重新搁再使用咖啡杯仔的活动。民众将咖啡啉煞了后，只要摕登去回收的地点，就会使退1欧元，也就是新台票35块。Platz für diese Becher. Wir haben über 84 Millionen Einwegbecher werden jedes Jahr benutzt. Da muss man was entwickeln. Es muss aber für den Gastronomen funktionieren. Es muss für den Konsumenten funktionieren. Und es muss angenehm und einfach sein. Aber es muss auch ökologisch sein. 维也纳的咖啡文化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啊！咖啡的种类是5花10色，一直到今仔日也是当地民众上介意啉的物件。不过当年单调千万的一届性的塑胶杯啊，也有抓后，这对环境造成真大的冲击。奥地利企业就推出制作环保杯的计划，每一个杯啊会使重新使用500届，透过 App， 民众就使找到回收杯的机器。Also ich begrüße die Initiative sehr, weil ich trinke eigentlich täglich Kaffee. Es sind schon unglaublich viele Kaffeebecher, die verbraucht werden. Ich habe es bis jetzt 每一个去互咱喜送的咖啡杯啊，就算讲已经有互咱回收，不过过程也是用掉真侪资源，才有法度搁再将伊做成其他物品。所以环保效益，甲这会使重新使用的环保杯啊是未比值。企业表示，即阵这个计划也搁伫咧试营运的阶段，只有维也纳市中心60几间咖啡厅甲面包店有参与，未来希望会使推广互更较侪民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过来关心要拼2020总统大选连任。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台北市、新北市5间庙事走透透，走行程真走甲真骨力。蔡英文伫个，咱台湾的首管主权一定守会牢。第四时总统蔡英文一再强调，只有家己才能守住台湾的民主甲主权，互台湾袂成做第2个香港。蔡总统假日无休困，规工安排到上北5个庙事参香。伊伫第一站泸州英莲寺第四时拍出政绩牌，请民众互伊连任的机会。有蔡英文伫个，咱的经济会继续发展，咱的社会福利会搁做更较完整、更较贴心。啊，咱国家的主权一定守会牢，安尼好唔好？好。我要拜托家的，我互蔡英文4年，好唔好？英莲市主委前国民党立委的陈鸿昌第四时力挺蔡总统，互人行一条，质疑国民党目前提名参选人韩国瑜，互人烦恼，互伊下摆唔知要安怎去教囡仔。怎么可以提名一个整天打麻将、整天吃喝玩乐、可以抱女人？可以当总统，那以后我也要这样。有部分党派，敢若爱台湾的人，刚好咱的台湾会使徛好在、徛好调，会使保护咱世世代代的人拢有的民主自由。对陈鸿昌言论，媒体事后问陈鸿昌，总统大选会支持3人，假使韩国瑜也来参拜，是不是会背叛？陈鸿昌只讲也祝福无闲加讲，因为陈鸿昌也是现今国民党中评委。对此，国民党表示已经爱地方党部进行了解，新北市党部强调，这是和平议结果出来，会马上送到党中央，和陈鸿昌适当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拄则有听到国民党的陈鸿昌当总统蔡英文的面批评韩国瑜花天酒地，韩国瑜是回应讲，伊即马已经无共啊。另外，郭文哲嘛伫找时间要甲郭台铭、王金平见面，这3个人敢真正有影要合作？8月中就会知影。面对2020年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甲高雄市长韩国瑜竞选动作愈来愈积极。甲蔡总统同款，韩国瑜也是选择到南投参拜公庙。对永联市主委现任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的批评，韩国瑜回应，这阵的伊已经是不同款了。多次我都承认，我年轻的时候在立法院自己曾经放纵过，但是呢，已经是20年前的我，也是17年前的我。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所以陈鸿昌委员可能对韩国瑜的记忆，还是在20年前的记忆。
对着台北市长郭文铁是毋是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结盟，韩国瑜表示祝福，也希望两个人永留伫国民党。而甲蔡英文、郭文铁两个人一直行强庙接地气来比较，拄组党的郭文铁也是一直伫拼第三势力的整合。确实利用假日用骑脚踏车方式来到民进党大票村台南参拜10间庙寺。我老实讲哦，3个都是大忙人，对吧？给双方的幕僚去安排一个时间嘛，这个要有时间地点，那谈什么大家先想一下，一起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对整个局势交换一下意见，也是应该的。所以，好吧，我们就去排一下时间吧。郭文铁坦白讲，会找时间甲郭台铭、王金平两个人见面。根据了解，三个人是毋是合作，会伫8月中旬定案。对此，郭台铭办公室回应，即便是对中华民国好的代志，拢未反对甲各方来进行检讨。只有是毋是留伫党内，伊是强调，郭台铭将来就无对党内党外这种思考的方式来考虑甲党的感情。这款的问题是甲郭台铭看轻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准公共化的托育政策实施满1冬，民间团体发现讲，咱台湾的年母有人力老化趋势，要我6成的年母拢超过50岁啊，烦恼5年后、10年后，若这年母拢退休，安尼年母会愈来愈减。准公共化托育政策实施1年多，卫生部讲效果真好。已经有8成是合格年母甲政府签约，加入准公共化。政府会依照家庭的经济状况，补助囡仔每个月6000到1万块的托育费用。不过民间团体发现，要是一寡确实爱检讨，譬如讲年母的人口老化这种情形真严重。台湾有将近6成的年母拢伫咧50岁以上，58%，将近60%的保姆年龄是超过50岁，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几年以后，保姆就和台湾的那个整体的人口一样，就会垂垂老去。民间团体讲，年母会做这道主要原因是饲家己囡仔也想要兼顾家庭，甲贴补厝内经济。不过现行的法规有要求，年母本身若是有2个以上2岁以下囡仔，就应该暂停收托。会安尼设计是惊讲年母家己囡仔就顾袂好，无法度搁再照顾其他囡仔。但是民间团体也认为，这样造成少年人无法度来做这道。伫咧年母的退场方面，因即期目前政府所设立的居托中心只有辅导的功能，所以无法度对迄寡无适龄的年母直接被采取强制约束，正派有效提升托育品质。准公共化实施之后呢，确实有一些保姆还是有超收费用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保姆违规，我们需要报给县市政府之后，后续才能处理，等于是管理的手段会是在县市政府。那这样很可惜，就是说，其实保姆会觉得我们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居托中心就敢若是家长甲年母之间的媒介平台，要肩负着访视辅导的功能。民间团体建议，政府将要明定居托中心的责任，并且予因法律的定规，建立合理的进场退场机制，才法度家长安心的把囡仔互人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导演魏德胜，伊拍过《海角7号》《赛德克巴莱》这电影，伊特别去中华的家护中心，甲少年囡仔分享伊安那追求梦想。我要去那里，可是这边没有路。该怎么办？或是这边的路很难走，可是你要生活，可是你必须要赚这个，然后目标是那里。导演魏德胜是台湾上有名的电影导演之一，因为伊毋惊困难，勇敢追求梦想，所以才会当翕出像《海角7号》《赛德克巴莱》这个经典电影。伊受到邀请来到中华家护中心，特别把时间让出来，甲学生囡仔面对面讲梦想。我也不清楚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跟想要开发自己的未来是什么，那我就等待他们问我什么，然后我分享我的经验给他们，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所遇到的课题不一样了，那我只能说看他们问什么，然后我就用我的方式回应。导演表示，伊无特别设主题，主要是要和即阵当咧找找梦想，也是伫人生路途顶有拄着困难的学生囡仔开讲，甲因分享家己的经验。
我还是觉得说，成功的路上一定还是要靠运气，还有自己走过来。像我最近就蛮陷入自己的低潮，就是会自我否定。那我想知道，就是魏导要怎么跳脱出自我否定的这种情绪里面，因为自我否定再加上家庭背景，会让人陷入一个前所未有低迷的一个状况。就会嘛，趁这个机会鼓励大家，若是有梦想，就要勇敢去约，莫惊困难，甲拄到的代志拢当作是人生的营养，嘛要加去接触新的物件，唔通惊痛，安尼才会有机会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有柚仔园种柚仔无全农药，毋但这柚仔生甲真高，园仔内这生态嘛真丰富，有鸟仔、有田蛤仔、有蜂，都袂输一个动物园共款。农民是讲用这款较友善的种法种出来柚仔，外表看起来虽然歹歹，毋过食了真安心，嘛加较健康。中秋过外月就特别到啊！柚仔园内底的柚仔生真高，农友高国顺3年外前用退休金甲这片粉林的柚仔园买落来，为教室行入餐园，和伊的看手后杨秀华做伙撩落去做事。青蛙，这里青蛙带有14种，我就营造一个可以青蛙可以住的地方，南海西这样大的所在。我嘛有水果好收，3年外，到单为止我都无用任何的农药，因为我用农药。我的生物就会死去。完全无喷农药，也尽量无用化肥，搁种有通收，讲起来简单，做起来是真艰苦。这对翁某家己制作药肥，用微生菌防治病虫害，用家起来割草。即卖柚仔园变作是好怪、蜂仔、火金菇，也有拿卡鸟这动物来厝，逐工拢真闹热。只我是营造一个生物能够住得下来，但生物它食饱。我嘛爱小孩用食饱，用友善生态的方式来种植，种出来柚仔食了安心佮健康，也毋过外表较无遐尼水，恐惊伊消费者较袂介意。柚子的回沙都拜拜啊！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痛。想要吃健康的食物，想要吃安心安全的食物，要考虑一下。皮丑丑的没有关系。有人讲友善种植遐尼险，这款的方式真戆。也毋过高国顺讲，大自然一物去一物，才有真侪含矿塞高丽柚仔树下骹，会家斗相共掠牛港湾，保护柚仔树，维持生态，互动食物都有好的循环。伊感觉这是真有价值的代志，会继续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在甲乡亲来啉茶。茶树的品种、做茶过程，拢会影响茶的滋味。白茶唔免炒、唔免烂，干那靠互冷气打去2步，就会当保留上界自本的香味。咱来看南投民间有茶农用台茶18号来做白茶，有红茶的香，啉落会退火，真适合热天。台湾人爱啉茶，六国当顶乌龙茶、日月潭红茶拢真出名。毋过有一项较罕得看见的白茶，你敢捌啉过？要做白茶无简单，要用一套早现满上油的茶叶泡3-4天。制茶过程和乌龙茶、红茶无同，白茶毋免炒、毋免热，泡出来茶色看起来真薄，啉起来真香。白茶清甜吼，佮香，口味袂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口感，是稍微的回甘，但是又不失它的清凉顺喉的口感。白茶干那爱互打冷，看扫2步，茶味阁会使看到原本茶青的原形。要保留上原始的香气，就要靠制茶的功夫。这是南投民间的茶农林用的，利用台茶18号所研发的白茶，有红茶香，阁会使退火，真适合热天来啉。1年茶，好，3年药，7年保，哦，它享有这种美誉性凉，好，那可以退火。还有清凉感，那个友善环境、自然生态农法的原料来做白茶。林用的用自然友善的农法来种茶，而且配合无同款的季节来制作无同款的茶，互在地红茶搁较侪变化，提升附加价值。伊看好白茶发展，透过茶园的体验来推广，希望搁较侪人会使来认捌在地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溪地的红茶，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品质真好。农会烦恼，真侪茶农会晓种茶，袂晓行销，所以呢，就大量来收买。收买过程也搁开网络直播，希望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吸引搁较侪茶友来交茶。南投溪地乡农会日前办理红茶收购评鉴。
按夜要收5500台斤，地龙真踴跃，加起来高超过7400台斤。这是稀地农会第一摆公开来大量收茶米，柳丁和比赛茶同款，每一项茶班拢变好买，请评审来试啉。啉完以后，咱4种品种加上茶末来搞的品质。 农药够袂歹。今年来参加评选的品质都非常好有2个特别好的，就是它有花果的甜香，好，那一个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它是一个明显的甜花香。这摆总共有台茶18号、21号、山茶等等88件茶班参加评鉴。茶家场稀地分场长黄进忠表示，今年的茶班大部分品质拢真好，伊嘛对少数无达到标准的茶班提出建议。伊讲茶米惊淡，放茶米的环境嘛爱特别注意，爱打扫茶米才袂走味。是有些茶在储存的状况比较不好，它会有一些闷酸的问题，或是陈味的问题。农会表示，考虑真侪茶农会晓种茶、制茶，也毋过袂晓行销。农会会使来斗相共，互茶农安心种好茶。只要我们种出来的茶品质有够好，不用担心销路的问题，我们农会都会帮忙把这个东西做行销。那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平抑我们周边的一个物价。这摆农会公开收购茶米，收购数量达到70%，评选的结果嘛透过网络的直播来公布。农会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嘛会当去引搁较侪茶友来交茶。记者综合报道。民俗的殿头内底有一种真特别的亚钢灯，这是台南客家真重要的文化资产。最近当地就办了一个体验，来出亚钢灯，12个亚钢囡仔和60个民众来跟做亚钢卡，游过2公里来体验，咱做伙来去看老热。咱所知影的民间故事搬上艺灯，坐伫咧5公灯顶面的囡仔，沿路夜糖仔，互民众食平安。5公灯对住伫咧台南客家的乡亲来讲，是真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活动。亚钢卡吼，拢是素人，80%以上拢是毋捌讲过的。吼，咱有一路队亚，一般一合江、一河江，吼来甲遮。这个嘛是咱全台湾唯一全部用人力监控的。 非常有一个传统民俗的一个活动。逐年旧历3月11，后社1号宫的5公灯会伫咧合家举行上白搭，还佫有每4年举行挂香的活动。到了这个时阵，每一角是新拢闹热气气。文书团体头一摆举办5公灯的文化体验活动，乡亲是拢兴气气，替5公灯尽心尽力。开始扛的时候练习也觉得还好，不过这扛上去，我感觉重量就不一样，整个重。 然后起来之后，整个就不一样，整个好像比较轻盈，然后很轻松，那感觉就是有一种神威的感觉。就第一次体验就真的感觉蛮有趣的，是有点辛苦但是大家一起团结合作，还有分工合作，那个真的是很值得的经验。 5公灯文化体验活动，展现在地流传真久的信仰，也希望客家上白搭的文化资产会当继续兴旺。 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因为电影《狮子王》，真侪人互食古水的虎王城去。虎王自本是生伫咧非洲，咱台湾嘛有一个真介意虎王的人，伊叫做温凤玲。伊捌5摆去南非虎王研究保护计划区内底，伊去研究去翕相，翕落来4万张的相片。咱即马做伙来看，伊哪会遮介意即款动物。 所以你看到虎王的影片的时候，你最常听到的是这个声音，那就叫求食声。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是什么？就是警卫，就是那保镖看到有天敌出现的时候，他就头毛定甲球球球，模仿虎王的声音。伊是第一个迄阵入去南非虎王研究保护计划区的华人摄影师，互大家叫做虎王妈妈的温凤玲。 北5便去非洲要观察迄虎王，每工一早起天未光，就伫土坑边仔等，看见一只线一只爬出来。虎王的身材差不多是一个塑胶杆仔抱到平遮尔大。温凤玲讲，伊会介意这种动物，是因为虎王紧密的家庭关系。
因为一群的时候呢，他们会共同面对天敌，他们一起晒太阳，一起分工合作。大家看爱上虎盟都是因为哇，虎盟好有家庭观念，我们家人关系好棒哦。虎盟每天的早中暗3遍拢会甲厝内人揽做伙，而且因也有到即马科学家拢无法度了解的神奇排班表。每一只虎盟，逐工拢知影家己爱做什么工课。从地底中去爬上来的刹那，每一只虎盟就各就各位了。我今天是清道夫，啪啪啪啪，我就赶快去挖那些土。为什么我今天是保姆？我就知道我就要留在育婴洞穴。北湖虎盟被头壳顶，也捌伫咧非洲拄到毒结仔。云龙玲伊翕了4万外张的虎盟相片，讲拄到虎盟，互伊学晓爱。虽然即马转到台湾，也过伊会继续替画笔讲虎盟的故事，为保育动物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桃园移港的人数是全台湾上济，为着服务这群人，桃园的图书馆即马有设东南亚的专区，互因会使来遮借册。图书馆内面放真侪无共语言的册，有泰文、越南文，也有印尼文等等。这是桃园市立图书馆的龙岗分馆，也是真侪新住民甲新二代做伙熟悉外界的好所在。为泰国来的桂雅琪，伊踮伫咧台湾20年啊，是桃园图书馆的志工，也是一个泰文老师。伊就爱读册，就知影图书馆即阵有进东南亚册的馆藏了后，伊就紧将泰文的册借转去互查某囝看，这也是熟悉泰国文化上好的教材。หนังสือพวกนี้นอกจากจะมีเกี่ยวกับความรู้ทั่วไปของผู้ใหญ่นะคะก็ยังมีหนังสือนิทาน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สอนเด็กๆ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วลาถ้าที่บ้านไหนมีลูกก็สามารถหยิบยืมหนังสือจากห้องสมุดแล้วก็เอากลับไปอ่านกับลูกๆได้ค่ะ查某囝桂子文今年是武陵高中的新生，伊的泰文是讲甲写叫，会使读到泰文的册，伊是感觉有归属感。แต่ว่าเห็นหนังสือพวกนี้ทำให้หนูคิดถึง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ก็ไต้หวันก็เป็นบ้านของหนูค่ะ桃园市新二代人数排全国第2，图书馆按103年开始进东南亚语册，即阵已经有要外9000本的馆藏，总共有越南、印尼、泰国、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辽国、马来西亚等等8个国家的语言册，逐年借册的数量达到5000本遮多。除了提供原文册以外，桃园市立图书馆未来可以加买学习中文的东南语册，来应应新住民对学中文的需求。未来呢，桃园市立图书馆也会为了符合他们需求，希望可以再进购更多这样子，不管是否哪一个就是国家类别的学习图书，可以有他让我们提供这样的学习资源作为参考。除了互新二代的家庭会使来图书馆，大人囡仔做伙读册学习以外，图书馆也无定期举办相关活动，促进族群交流。不过，除了新住民甲新二代以外，要安怎吸引伫咧桃园要外11万人口的移工族群入来图书馆，是后一个阶段需要拍拼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咧中华是咱台湾头一个台语创意文化园区，这幕后推动的成立的人，上主要就是关怀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周清玉。下午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节目，咱做伙来看一位母语所做的拍拼。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用简单的口号强调台语文推动的重点是环境。不过回想起当初拄开始推动台语运动的时阵，因为环境关系，所以并不是真顺利。设立基金会啊，开始推动台语演讲比赛。起初是因为囡仔来参加啦，用礼物啊，佮点乖囡仔来。起初印象台拢用好的，其实真正会晓讲嘛，嘛无咧讲台语。一开始举办演讲比赛，希望推广台语这项语言。不过周清玉发现，台顶比赛结束，囡仔落台就开始讲华语，要如何解决？周清玉嘛想出一个好办法。但是我甲讲，安尼无够，台顶讲的落嘛是讲所谓的国语，所以阮讲安尼无够，所以才会开始有文化营。这开始1天变2天。下要恁讲，下要刷的
我是含的冷气的。强调环境对语言的重要性，所以伫咧规划台语园区的时阵，周清玉嘛用真踏进生活的方式来设计。周清玉为台语用心推动25年，一步一步慢慢累积，现在来到台语园区的人愈来愈多，这对周清玉来讲，就是上好的回报。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温度。先来看，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